大阿里山地区的3个商圈，正因为疫情损失甲真惨，即马生意真无简单咧恢复啊。毋过因为即马规定讲对旅行团出去耍爱住3档，也则袂爽即个政策又搁影响到因。今仔日交通部长就专工来办一个会谈，了解状况，也讲会来协助。一档巡看观光商圈品牌单位，交通部长王国材16专工落南来到嘉义县，甲欢迎嘉义商圈业者交流。针对指挥中心宣布正向带团出去，拢爱住3档预防社，引起不满。部长表示会协助业者甲消费者。旅行社，已经付着航空公司的机票钱啊，这条线旅行容易无去，这条损失要上要付。所以我今天也特别跟我们的公安局局长、民航局局长谈，看能不能帮这个旅客能够拿回更多的这个原来所付的这些团费哈。观光业者指出，会当理解指挥中心因为疫情做这个决定，只是时间上过紧，而且佫无配套方案。嘉义县政府嘛指出，嘉义县有丰富的观光资源，希望民众会当来，也毋过嘛是希望大家拢有注意疗。未来很多活动，包括很多的餐厅，有可能你没有打第3剂是进不去的。所以为了防疫的需要，那我想我只有拜托大家赶快去打第3剂，作为一个缓冲。否则的话，你突然一下宣布，这个是对整个的休闲产业好不容易刚刚在复苏，那现在你这样子一宣布，太贸然了。除了听观光业者反映问题，王国才讲，阿里山是交通部真正计划6个国际魅力景区之一。今年会投入2亿经费，未来会继续经营，伫疫情缓和进前，先做好准备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